在地人在地情，这个炮火花灯咧大开，台中后里有一条200米前的大路，这个一关搁一关的炮火花顶落来，形成柑仔黄色的花海大道，真水哦。 柑仔色黄色的炮花伫咧路边的树围啊，开甲真暗，正做一条柑仔色花海的大道，景色水佳，嘛像真侪民众特别来遮翕相。又没有很多人，所以拍起来很漂亮。啊，颜色你看很鲜艳啊。这搭伫咧后里区后科路附近，有一条长超200多公尺的炮花灯伫咧开花，是当地纸厂为着环保乡里，特别伫咧工厂后壁的围篱啊，种一大片的炮花。整齐度比较一致啊，因为低温它生长会比较慢那个开花会一次开，所以欢迎大家来。看过就亲像水涨的炮花花海，互人看甲心花开。地方嘛预估。 花期预计维持到3月中、3月底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，同齐来到后里赏花蕊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